我哋佛山呢個珠寶倉咧，基本已經搭建成功啦，所有嘅產品咧亦都入到嚟七七八八啦。30號晚上咧，我哋就會正式開倉開閘。咁嘅話，呢啲產品全部到時都會以福利價俾大家嘅。咁呢段時間好多朋友問到一個問題就係、小樂樂係咪真正嘅野生靈芝啊？究竟有冇咁多野生嘅靈芝貨啊？嗱，今日咧就同大家普及一下靈芝。如果有講得唔啱嘅話，各位前輩咧多多指導，因為咧我亦都係近排都學到㗎。嚟，兩位幫我拉一份靈芝落嚟。靈芝咧佢係分3種級別嘅，一種咧就係野生靈芝，一種咧就係仿野生靈芝，仲有一種咧叫做大棚種植靈芝。嗱，我哋開水啦，喺呢邊。我哋呢批貨咧攞過嚟咧就係仿野生靈芝啦。因為咧，依家喺市面上啊，你想要買到真正嘅野生靈芝係少之極少噶。如果真正有，價錢都去到幾千蚊一斤噶。而我哋呢就係仿野生靈芝。乜嘢叫做仿野生呢？仿野生嘅意思係將嗰啲種子撒喺大森林入邊，等佢喺大自然嘅環境上邊自然生長，就係呢種貨啦。嗱，呢個靈芝你可以見到，佢每一塊嘅大細形狀都不一嘅。因為佢嘅種子插落去之後咧，唔需要任何人工去管理，等佢自然生長。包括呢啲靈芝咧，佢上邊富含嘅孢子粉都係非常之充足噶，而且嘅話個別咧佢都係帶有蟲窿嘅，因為佢係自然生長。呢種靈芝咧，佢接觸到大自然，甚至咧其他嘅植物嘅一種花粉。接觸到佢，所以佢自然形成咧嘅孢子粉係特別充足嘅，仲有啲動物嘅經過啊、鳥語花香啊，自然去成長，基本係同野生嘅差唔到幾多啦。不過呢種貨咧就稍微貴啲，因為我哋食靈芝咧，主要都係食表面層嘅呢種孢子粉，孢子粉佢嘅營養價值係非常之高嘅，佢入邊係富含有130幾種 COD，對人體非常之好嘅，呢種係仿野生靈芝。咁仲有一種靈芝咧，叫做大棚種植。大棚種植嘅靈芝，我哋亦都會睇過，佢攞報價係20零蚊。但係咧嗰種咧，其實冇太大嘅營養價值，因為咧佢係搭住一個棚嚟用人工去養殖，甚至咧佢可能幾個月就可以採噶啦。因為佢經過人工同科技咧，佢成熟得非常之快，所以喺市面上咧流通得非常之好，因為佢價錢平嘛。但係咧佢上邊嘅孢子粉係少之極少，對人體嘅營養價值等於0，所以咧你買嗰啲20零蚊一斤嘅靈芝，你不如買排骨食。咁咧仲有一種更過分嘅靈芝就係水洗靈芝啦。咁水洗靈芝咧就係可能佢係真正去攞到呢批貨翻嚟，但係咧佢會經過人工地去提取佢上邊嘅孢子粉，進行做成藥材，咁咧佢就可以賣到高價錢。但係咧嗰一塊靈芝咧根本係冇價值啦，都係20零蚊一斤可以攞到。但我哋呢一批咧就真正係自然生長㗎啦，冇含有孢子粉嘅。所以話靈芝呢，佢1分錢1分貨，每一個層級每一種選擇都係唔一樣嘅，大家嘅靈芝要認準啊！如果有講得唔啱嘅，各位前輩多多指教。30號晚上記得鎖定我哋直播間，呢啲靈芝入咗咁多，到時直接炸。